分，我看这邊留一組人就行了，過去把那邊膠布上的水先倒下來，先把那個高頭的那個接下來，先把那邊抽了，把袋子往這個地裡弄。擴一次嘛，擴一次，上回就是。袋子給理一下，袋子給理正啊，理正。今年雨來得早，今年的雨真的有點大了，就有點，就是看着那個就很心情就很沉重，你知道嗎？看着我那個牆，看着我那個壁，看着它要塌了，看着它已經塌了，看着它我邊刮它還在邊塌的時候。对啊，就要全部重新刮。王瑞那邊，他說他那個方小，準備咬，你不行問一下他，因為他那兒沒有電，有沒有天理嘛？哇，我看你那邊的房塌的已經線看不見了，都已經。所以我得趕緊趁我還記得住哪有線。哎，煩死了。就是今年的天氣比較反常，之前沒這麼多雨的，我一共就挖了3個方，就塌了3個嘛，那也挺嚴重的呀。曬乾曬好天氣了。曬乾了嘛？乾是了嘛？哦。起碼一個星期還沒乾。下一次我就直接就在上面搞一排釘子，把膠布直接給我釘死在牆上，我需要的時候再揭開，不需要我就全部蓋上，它就不會塌了。想了一下，我們這邊好像也還好，水還沒塌那麼多。现在看來我低估了這個水量。